来看宜兰打起好的罗东转运站，按算9月份要启用，也毋过新站是离罗东火车头较远，阁无规划人行道。县政府本地是按算要设空桥，也毋过因为高架的铁路的规划，阁还未定案，嘛无法度提前来设计。宜兰市的审计处嘛提出检讨。宜兰新起的罗东转运站，外观已经完成，按算9月会当启用。不过，县府原底规划新站启用了后，会起空中的廊道，直接连去罗东火车头，方便民众会当搬车。今嘛煞因为高架铁路还未定案，计划全冻点。有部分的民众认为讲，新的转运站离临时的火车头较远，若无顶下卡通好行，确实无利便。因为宜兰很常下雨，宜兰很常下雨，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方便一点。就目前这一个啦，目前这样是可以的，可是要走到那边就好像有断掉这样。对。是。新的罗东转运站到火车头之间，差不多200-300公尺，部分的路段是有杂河坪，不过并无完整。考虑宜兰较高雨水，恐惊会造成过路人的困扰。若要去新的站坐车，还佫会下过车真侪公用路，增加危险性。审计处认为讲，罗东转运站已经发包，空中廊道还未进入设计的阶段，罢免会影响居民的通行甲市容的美观。那所以县政府将来在办理这个设计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会考虑到未来铁路高架罗东火车站的整个设计那第二个，因为这南侧的民众将来开发的时候，也需要留设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也会听取南侧民众的意见县府表示，设空中的廊道是根据当地罗东铁路东平细部计划的规定，要配合现有土地起厝了后，还有未来罗东火车头地基路高架悬度确定了后，才有法度去定天桥的悬度，所来才会当启动设计，而且嘛会咨询附近地主的意见，才来发包施工。记者综合报道。